Hello，今日突然之間講開有啲嘢想講，係啦，冇錯。我作為一個心連係香港嘅人，我都想呢個香港嘅社會氛圍好嘅，係啦，冇錯。所以我決定分享啲小知識俾各位聽眾知道，就係嗱，我知道身邊嘅另一半都好想你成長噶嘛，係咪先？你可以或者將你個想令人成長、幫助人嘅能力，幫翻自己身邊嘅伴侶或者身邊嘅朋友，會比較好啲咯。我作為一個YouTuber，係啦，冇錯，係啦，我唔係你哋嘅伴侶，係啦，亦都唔係你哋嘅朋友，亦都唔係你哋嘅另一半，係啦，係啦，我暫時就未需要未需要好多人協助我嘅，係啦，但我相信你哋身邊嘅伴侶或者朋友係非常需要人幫助嘅，係啦，我建議你哋不如將個視線轉移翻喺你身邊重要嘅人身上，即係例如你另一半啦，或者你可以幫你另一半發現佢啲咩問題，令到佢成長令到佢更加好啦，變得你幫完佢，反而你哋關係會有改善㗎，係啊，咁我自己會有自行判斷幾時去揾我嘅朋友或者我嘅伴侶令我成長嘅，係啦，呢樣嘢唔需要操心，我都已經一個成年人嚟㗎啦。我而家宣傳，我好大力支持你哋揾翻你嘅另一半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，係啦，你幫你身邊嘅屋企人或者你嘅另一半令佢哋成長，係啦，最緊要係點啊？揾翻佢過往嘅歷史出嚟，係啦，然之後俾佢身邊嘅人知道，然之後就令到佢成長，係啦。你係幫佢，你要記住，你呢個行為係幫佢，唔係害佢，知唔知？嗱，如果你另一半詐型嘅話，你叫佢哋當面同我講，係啦，我實撐你嘅，冇錯，愛屋及烏啊嘛，係咪先？你另一半係你屋企人嚟噶嘛，你要幫佢嘅，係啦，知唔知？你記住抄翻佢過往歷史出嚟。再追翻你嘅伴侶啊！記住啊，呢樣嘢好緊要啊！你要令佢成長啊！你都想一個美好嘅家庭噶嘛，係咪？我呢個建議係唔收錢嘅。今日分享咁多。